哦，电林三太子表演，胡子电林三太子的表演。哦，放鞭炮了，就是正头进来了。电林三太子，宝岛省很大的节目，来到新营的嘉芳里台东大将公庙这边录影片。跟庙会有关的节目。你看看采访电林三太子。哦，正头进来了，神教正头已经进来了。哦，那个了，那表演的很特殊呢。嗯，哦，你看，连东来的吗？昂公昂婆吗？红公红婆呢？正吗？